明新科技是干嘛的？跟阿里好像合作研发过 AI。你们跟我一整天，是要知道我家在哪儿吗？对，进来吧。这可是我第一次看到浩轩带同学回家。我没有带他们回来，他们自己跟过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阿姨。其实我们跟浩轩还不是很熟。但我们希望以后能和浩轩更熟一点。浩轩人挺好的。没事，阿姨随时欢迎你们跟着浩轩回家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们。吃吧，吃吧，赶紧吃吧。哎，我原来有一位共同研发 AI 的老友，当年他就想研发一款类人的 AI， 青少年版的，可以提供给那种没有子女的父母。那么他的思维和他的情绪就要跟人类相近，人类都是有缺陷的。那么这个 AI 的设计就不能十全十美。2亿公司即将要推出一款全新的青少年 AI， 现在正在研发阶段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你们学校就有一些同学不是人类了。哎，陈浩轩，你家里都没有点什么玩具吗？比如象棋、游戏机什么的？没有，我们家里都只有这些。陈浩轩，我们来比赛解 RSA 768这个大数吧，看看是哪2个素数相乘得来的。我是要跟你比赛。为什么要比赛？好玩呢。难道你不想跟一个机器人比比看？我是人类，我算不过机器的。你骗人！哎，浩轩，你妈妈好漂亮啊，而且好年轻。那不是我妈妈，我管她叫阿姨。那，你爸爸是你爸爸吗？我爸爸当然是我爸爸。